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桃园是提升到防疫的强度。早起，桃园市长郑文灿伫防疫的会议讲，针对到长照机构，希望会当赶紧来补强到视讯探病设施。伊嘛表达对医疗人员的支持，讲目前这个防疫的风险甲医疗的责任不断的提悬，所以医护人员的薪水应该嘛要对咧适当来提悬才对。 消毒车驶遍大街小巷，桃园市为了卖互疫情团开，包括病院甲传统菜市啊，卖每礼拜消毒，伫一礼拜内完成全市分区的消毒。早起市长郑文灿嘛继续到灾害应变中心指挥。如果是有症状的，那么一律由消防局的这个救护车来负责后送；如果是无症状的，那么是由防疫车队。 本来机场接送的防疫车队量爱增加，出勤费嘛先由市政府承贴补助3500块。只要若出动，一定要穿全套装备，防疫爱顾好，嘛爱兼顾人情。市长嘛希望讲，长照单位甲社福机构一定要赶紧完成时程的装备，第一线医护人员承担真大的压力。市长郑文灿嘛呼吁大家应该甲因共一个阵线。那我也赞成医护人员。 如果防疫的责任那么提高了，医疗的责任提高了，那应该适当加薪。我想我们应该给医护人员做最坚定的后盾。那伫精神上加油，更加希望讲有实质的鼓励和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更较有保障。